你我若有情义，咱就同齐，伫大雾的海墘，牵手起做灯塔，互台湾到世界的旁路拢照光。你我若有意爱，咱就同心，伫南国山河享受自由的滋味，起做咱幸福的新故乡。欢迎收听《Làm Hương Sim Siết Tay. Anh đến với em, gió cung hát lao sao, cùng đàn én trong vườn xuân.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咱這是自由之聲 FM 91.5到11.5，咱即擺所收聽的是南方心色台，我是安班阿文哥。大家好，我是阿雄，我是越南人。大家好吼，拢無煩無惱吼。咱今仔日呢真特別咯，咱有邀請到一個特別來賓。這特別來賓真難得的機會，專工為美國西花東花啦吼，美國東花呢，千里迢迢坐幾工的飛輪機，轉來甲咱台南故鄉吼，真難得。這是啥物人呢？就是嘛是咱台南出世的一個真有名的，咱台灣上偉大的一個教育家，林茂生教授的查某囝林英梅女士。咱是毋是來？先甲歡迎一下吼，咱嘛請咱阿姑呢林英梅女士呢，先甲咱聽眾朋友來拍一個招呼一下吼。大家好，我真高興會當來遮甲恁大家講話。真多謝吼，這真難得真難得吼，可能是咱即個電台即個節目吼有史以來吼第一屆有機會邀請到咱林茂生教授。伊的家屬吼，閣是伊的親生的查某囝，伊的遐尼濟即個林教授的後生祖囝內底，目前抑閣佇咧咱即個林英梅女士呢，今年87啦吼，看起來這行路抑閣真有風呢，抑閣講話嘛抑閣真有迄個無簡單無簡單吼，今仔日真歡喜，伊會當來上咱的節目吼，接受咱的即節目的即個。採訪吼，凡說可能咱台南老一輩咱的市民應該就對咱林茂生教授有誠深的印象。當然啦，較少年輩可能就較無聽過啦。這個問題是啥呢？是因為咱台灣長期以來攏欠缺台灣的歷史教育，攏無咧甲咱教講咱台灣有啥物牛人攏過去佇國民黨時代攏讀國民黨的。冊爾，讀伊歷史爾，即擺雖然換人執政，毋過呢，咱的教材無啥物改變較教嘛是共款迄套會使講呢，林茂生教授，這自我誠早以前佇歷史冊家己安尼讀，讀着伊愈想愈感慨呢，這遮偉大，會使講是咱台灣上優秀的即個教育家啦。是啊，這咱進前嘛佇節目內底有介紹過咱簡單。小講一下，講伊是第一個留學日本，讀冊讀大學留學日本，博士佮留學即個美國，一世人攏是做台灣的教育，是講足偉大的呢。可惜，遮優秀的台灣的教育家，比中國學識較偉大，比中國的魯迅佮較有貢獻，對着咱台灣白話文非常有貢獻。一個牛人，結果呢，佇1947年3月11日，去互國民黨掠去，趕從此攏無轉來，被消失啦。絕對是安怎掠去台啊？遮個檔案到正國民黨嘛無公開呢，伊嘛無真心回釋的呢，嘛無共講當初是派啥物人掠林茂生去，閣安怎共台？攏無共公布嘛，攏無甲咱家屬回釋的呢，嘛無一個交代，足無品的。即種政黨講閣會當佇台灣講安尼閣會當生存，我感覺是的。這若佇阿雄佇恁越南吼，敢有可能呢？無可能嘛，對無？所以呢，這是真難得吼。咱最近呢，嘛誠濟遮台灣的本土社團吼，你像講台灣羅馬字協會、台文筆會、台灣教師聯盟、台灣教授協會。
台湾南社、台湾北社等真侪遮诶本土社团呢。咱即摆有要创一个即个台湾诶教师节诶纪念日，就是要用3月11，咱林茂生教授呢去互掠去受咱迄一天，正做咱台湾诶即个教师节。就是讲咱诶老师呢爱用像林茂生即种爱乡爱台湾诶即种诶精神，还佫遐朴刻，会使讲学问遐尼把甜诶人，正做咱老师诶好模样啦。是啊，所以这呢，咱今年开始呢，嘛办即个教师节贺卡诶比赛呢，嘛真侪人来投稿呢，嘛引起各界真大诶回响呢，咱嘛伫即个3月11，伫咱台南市诶二八纪念公园，伫遐嘛颁奖诶即个典礼，嘛足侪人来呢，即拢自动自发诶哦，毋是市政府办诶哦，是咱民间家己团诶，嘛毋是啥物市政府咧动员诶，真正是家己感念着林茂生教授对台湾的贡献，家己来，大家出钱出力，这毋是啥物讲着爱市政府甲你补助、甲你指导，拢无呢。这咱民间社团家己办的，草根组织家己办的，这才有正港的意义啊。越南嘛是安尼嘛，对无？恁越南足侪这民俗节日，还是讲一寡文化活动，拢嘛是，就是遐对越南有贡献的人，对无？像讲恁迄个。教育界上伟大什么人？朱万安对无？恁嘛袂去伫遐，搁伫遐拜什么孔子？孔子甲恁越南也无关系啦，对无？所以伫恁的迄个文庙内底拜的是朱万安嘛，对无？所以咱台湾的类似越南的朱万安、朱文安啦，都是咱林茂生教授。所以呢，咱这本土社团除了办即个311推动，互伊变做台湾教师节之外，咱几啊当前咱嘛伫呼吁。像咱台南市，前2当前有起一个即个台南市立的图书馆的总馆，新的总馆伫对你敢毋知？像你敢毋知？我知影，应该是伫永康府。对，伫永康迄个真侪人拢会甲公园路遐迄个南州，因为旧的是伫公园路遐啦，新的即摆伫即个永康遐，算总馆啦，等于是你下面统管30几个。区域性的遐图书馆就对啊，咱遮社团嘛主张讲即个总馆新的这气势做好几万平呢，但是你甲名号做台南市立图书馆总馆，无特色呢，对啊，无咱特色，佫定混乱去啦，定有的人想到底是倒一个总馆是公路的迄个，还是永康迄个，你看，大家回啥，就是讲遐是啊，去遐个新的图书馆。嘛无一个好，一个迄咱台湾人咬人的一个名，安尼感情嘛是拄啊好。所以毋知讲真侪遮团体有主张讲，无咱即个馆，咱着甲落名变做即个林茂生的纪念图书馆，着你甲林茂生即3字甲看免哪用，即个当桥嘛，看你是讲林茂生的即个即个纪念的即个图书馆总馆，还是安怎？你着甲林茂生即3字甲纪念。甲即个总馆甲结合做伙，这是上好诶这呢，咱本土社团，个咱林英梅女士呢，前几工嘛去拜访市长呢，是啊，市长一开始嘛大家讨论了嘛，讲这有道理啊，有讨动，嘛讨动嘛决定啊呢，结果讲加顿工困一个。半暝食西瓜，刷单反正刷单加顿工救伊讲无啦。咱要换所在啦，要换啥物所在呢？讲要换去即个林森路遐咱原底有一个监理站啦，要伫监理站遐起一个新的即个，主要是要停车场迄个林森路的即个停车场大楼了，对啊，还是立体停车场啦，内底要附设一个林森的图书馆啦，就较细啦，就是。迄个停车场内底其中有1-2站要作为即个林森的图书馆啦。这基本上迄是以停车场为主呢，图书馆是附属的尔呢。气势嘛完全无共呢，甲总馆无共呢。咱林教授这国际级的呢，全台湾拢捌伊的呢。即种的声望的人爱来替咱看过这个图书馆的总馆。
伊诶关度毋则看会出来，迄气势嘛才有，毋是去看，毋是咧地方诶，佫是一个停车场附属诶一个图书馆，啊，敢若袂是拍车诶小弟共款，顶下伫咧个顾车哦，哇，对无？我讲啊，市长共答应诶，本来讲要踮总馆遐永康迄个总馆，讲结果即马共反晓啦，啊，所以当然真侪社团坚持讲，无应该安尼，啊，你市长共答应，哪会当佫无偌久一工尔就共改变？所以咱今仔日呢，真欢喜有即个机会邀请到咱即个林英梅林女士呢，也就是咱即个台湾教育家林茂生的查某囝来甲遮咱真欢喜会当请伊来敢若分享伊以前呢对爸爸的印象安尼啦所以我是毋是要请教咱阿姑即个因为恁拢总有几个兄弟姊妹？林茂生先生，阮爸母有生10个啦，9个查甫，1个查某，是。但是因为迄个时代，迄个阮老母是真有一个囡仔1个月就过身，伊嘛甲留伊名做所以其实活落来诶无遐尼济。所以即摆嘛是，因为即嘛算真早嘛即摆目前恁诶兄弟姊妹就剩你尔嘛是，我遐兄弟拢过身是，所以恁爸爸较早去国民党掠去诶时阵，迄阵你几岁啊？我拄10岁。拄10岁你敢有印象？伊迄当时是啥物情形来恁厝掠人？我拄迄日阮诶二兄林宗义伊是医师，伊已经结婚所以伊无住做伙，伊来阮兜，伊大概照伊讲是讲伊来甲阮老爸林茂生警告讲，即摆人有听人伫掠人，你敢有想要闪避？伊讲我都无做啥物歹代志，我哪会着闪避？我也无反对政府，也无得我干那伫教册尔伊讲这甲我一定是甲我无关系。阮二兄等带我甲阮小弟，伊就甲我讲因兜阮阿嫂炒米粉，要带阮2个去食米粉，我就互伊载去。所以我无迄阵差不多10点半，早时10点半。我照阮老母的计算是讲差不多12点，一台车来，有6个人落来，拢穿中山服，阮老母有看讲迄台衫内底有穿，因为遮旧，等咧碰出来，你一看会知影讲有穿。莫因来有那真客气甲讲，校长要请你去讲话，台校长。阮爸爸甲伊讲，校长，我定来去因兜我较定来，我食饭饱了才来去就好。伊讲毋免，我即摆有车。结果阮老母甲记迄个车牌，伊就伊6个人，佮甲阮老爸7个人，迄落乌诶车，迄是迄落taxi 啦。伊去迄个 taxi 诶店址伫台北车头诶附近。阮老母甲看迄车牌，有去查，伊讲迄几日拢互征用，互人摕用，所以伊毋知啥物人甲用。所以无法度查出讲啥物人来甲阮老爸带去。阮老母无偌久，伊就先去台诶校长诶厝。校长讲无，我无请伊来。所以阮就知影讲，这是一个出代志迄是阮老母嘛想要带去出校长，嘛免拢假穿诶人嘛阮老母有感觉讲这是真无，就是有无好诶代志是啦，这个时代足恶一个呢。你看调工安尼呢调工去做一般诶即个计程车要互你查无呢这咱合理推断一定着背后就是中国国民党诶嘛。你着像讲前几年香港迄伊拢叫乌道啦，无着叫一寡便衣诶去杀遐香港人
所以就是透过你拄则讲迄段吼，我就是足自然的判断是讲，一定有人伫操弄即个代志啊，啊无因哪知影讲叫一台计程车来假做是一个整容的是啊，迄就是条工嘛设所以即个计嘛，一定是有人设计，安尼主谋是啥物人啊？到即马嘛是佫毋知，安尼真正是伊无要甲你回答，伊无要讲嘛，对是啊，所以讲吼，即个政党国民党较会较早佫伫台湾生存啊，你若是一个正当的迄，伊若要掠人，伊一定着有理由，啊有正经的迄个吼法院的通知，也是啥物来，伊毋是伊讲伊要请校长要请你去讲话，啊，阮老爸都定嘛伫见校长，伊讲我较早食饱，我来去找伊就好，啊，就对安尼无去，用骗的方法啦，啊，因就是这就是我就是讲因毋敢种迄个国民党，袂当用伊家己正经的权利来做，伊用迄个暗砍的迄个暗杀的方法。无要承认家己做诶代志安尼。是啊，用这垃圾布，用暗布诶，暗布啦。是啊。所以我对迄阵起，我对细汉我就知影讲这毋是一个正当诶政府，就是我用会定定用歹话甲伊骂，我是贼仔政府。是啊，是啊。吼所以迄当时恁是住伫台北嘛，吼？台北。啥物所在？大概啥物所在？迄吼，伫我过去有写迄个，迄拄伫师大头对面啦，对面遐古早遐拢是差不多大诶教授啦，啥物伫日本人吼伫大诶所在，日本人无去了后，阮有去找着一间伫遐大嘿，迄个时阵诶彭文基吼住伫阮遐附近，彭文基定来阮兜呢，也来找阮老爸。是，所以迄当时林茂生是伫台大做教授嘛，文学院嘛，代理院长嘛，代理院长伊都无要互伊做。是啊，所以这嘛足恶一个，你看，遮优秀比中国学识较学问较有诶人咧，结果讲敢叫伊做代理，代理着用随时要甲伊救来就来落啊，无爱互你正式名分啊。伊对台湾人拢用上是啊歧视诶方法啦，歧视啊，歧视台湾人。啊，认真讲，伊迄当时若做台大校长嘛无过分呢。伊做台大校长，迄是一个，迄是读日本诶，北海道大学诶，啊，伊人有受过日本教育过大学，伊真客气。啊，伊做代理，伊嘛是代理校长。啊，迄个是一个真好诶校长，啊，对阮爸爸真有真伊嘛是代理校长。因大概拢以后会安排因诶媳妇做啥物啦吼，无论有学问无学问，袂要紧啊。啊，所以迄个时阵，迄个嘛真艰苦，迄个校长真艰苦。伊定来替，就是单期迄个时阵吼，薪水无爱发啊。伊定来，伊家己嘛受无方便嘛吼，嘛替所有诶教授，定来去甲单期伫甲争取，单期对足无欢喜诶。所以吼，差不多几若个月单期无发薪水哦，逐个拢无薪水哦。等伊28了无偌久，伊就离开啊，要转去中国。伊坐飞机飞去才发薪水，单期，是啊，伊迄当时我知即个林茂生去台大进前嘛伫咱成功大学教册嘛，迄当时咱成大也未改名啦，抑阁是台南高等工业学校，顶台南高工嘛，伊是台南高工开始成立，咱林教授就伫咱成大教，就伫高工遐嘛，就伫遐开始教，嘛佫兼做咱图书馆诶馆长呢，当做馆长呢，伊馆长做10档，做到10档，尾伊才离开，战后离开去甲台大遐，毋是战后，战前战争中，战争中因为
日本人知影，遮伫台湾诶日本人知影，阮老爸是反对战争诶，啊，所以伊就甲叫调工甲派一个迄阵号一个名叫做皇民红工会，皇民红工会，啊，就是伫讲调工要甲伊知影伊反对啦，调工甲互伊遐，啊，伊讲拢有啦，有秘书啊，有啥物啊，拢无代志通做，迄就是干那一个形式要互伊讲，莫反对。迄阵阮老爸对日本开始伫侵略外国诶时吼，啊，开始野心伫要统治大东亚帝国诶时阵，因知影伊是足无欢喜。是啊，所以是差不多战争结束前几年，伊敢若去一年就差不多就结束啊。差不多1943年左右嘛，对，差不多一年就先大家差不多迄个时间。啊，伊嘛拢无伫上班，伊就疏开去草山，就敢若领薪水尔。是啊，吼。咱所在林教授呢，伊确实是真反日，伊伫厝嘛拢讲台语呢。阮搭厝袂使讲日本。是啊，阮无改姓名，迄阵人你若改姓名吼，都有诚济好处。像配给诶时配给较好，啊，你会使去读含日本人做，迄阵学校拢有分。日本人甲台湾人，啊！你若改姓名，会使去读日本人。啊，阮老爸绝对无改姓名。是啊，你看，所以你看，伊是公开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但是呢，你也看，伫日本时代，日本人嘛毋敢讲甲你掠咧，就互你消失去啊，嘛毋敢安尼，嘛毋敢做甲遮恶尽呢。结果你中国党来尔，写一个文章甲你批评者，讲安尼就掠人掠去杀。伤悍啦！毋是掠一个尔呢，掠足济呢，掠200几啊万人呢。足济律师，会使讲台湾的迄当时的精英高等教育有读到大学个，拢甲你迄就是调工的，要争夺灭绝啊！伊要甲迄个知识分子啦，有领导的知识分子要甲。迄有计谋的，迄就是有计谋，要甲你争夺灭绝。因为因家己有自卑感啦。是啊。因咧中国人诶教育程度真低，因咧即个兵来拢敢若贼仔，贼仔也是强盗，甲你抢，有诶人敢甲你抢，有诶人就甲你读嘿。因迄阵诶笑话是足济，笑话甲。互咱悲伤诶代志诚济，是啊，因有自卑感啦。因知影讲，我来遮，我有知识诶人是甲伊讲理去，伊都无理诶人，伊都烦嘛，因就感觉因伫台北都专制嘛，所以伊若知影因诶教育程度，伊知影因要来。遮用因诶方法啊！你若有理气诶人，甲有知识分子，人诚好处理。但是伊若无理气诶时，伊拄着遮有学问诶人，伊感觉自卑感，伊着用粗鲁诶方法来解决伊诶处境啦，吼。是啊。这就是我特别，就是讲因是自卑感产生一个用杀杀人诶方法来消灭伊诶感觉伊诶计较。是啊。咱林教授呢，伫咱生态，即等于嘛，他教10通东啦，伊对日本，伊去美国转来了，伊伫迄阵成立中央，成立台湾。高等商业学校伫台北，伊拄转来阵第一年，伊伫遐教1年，即摆换高等工业学校成立，伊才来台南，转来台南，等于生态振兴，先来迄阵开始，是啊，伊就转来，是啊，伊伫遮教册教了。真好呢，伊是咱生态第一个台湾人的教授呢，无较早拢日本人，日本人咧做老师嘛，台湾人足少诶，伊是咱生态第一个台湾人的教授呢，互伊加过
遐学生嘛足怀念伊诶呢。拢日本人足怀念伊。吼几若10当前吼，嘛有伊诶一寡学生吼，有做一个雕像啊，林茂生诶纪念诶雕像吼，送互咱成大啦。吼结果呢，咱成大遮高层吼，可能拢无读台湾历史诶册啊，煞怎甲咱林茂生教授诶铜像，甲藏伫某一个所在啦。讲甲藏伫遐啦。照讲呢，迄个铜像应该爱甲摕出来，看是要囥伫校门口，还是囥图书馆诶头前，毋则对。对啊。结果讲甲藏伫倒呢？藏伫即个图书馆地下室诶迄个管书室遐啦。敢若袂输伫关禁闭啊，伫遐甲关掉，迄平时也无开放诶呢。迄平时拢无开放诶，拢锁掉诶呢。这是毋是讲？我拄迄年毋知第几年啦。我若去查询知影，迄你若找迄个王建文，是，迄当时。迄年吼，我拄对美国，我诶查某孙啦，林宗义诶查某囝，伊讲阿哥你一定爱甲我去台湾，我要去看阿公伫中英中学诶遐字啦，遐有做一个伊诶纪念馆，有阮爸爸诶字，有啥物？伊讲阿哥你着甲我去，无我中文字看无啥清楚哦。迄个是一个医生啦，我迄查某孙啊，林宗义查某囝，还阁一个是伊甲因先生倒来台湾，讲要住1年，因先生要来学，专门学写字。所以阮着做伙，安尼拢是会去中英中学。咱拄仔甲讲，遐有一个铜像吼，咱来甲看。我毋知伊甲藏伫人迄阵，我昨去迄个图书馆，人有哦，在伫遐，我着伫外口着有看呀吼。迄是拄好办。伊要办28纪念诶活动才甲请出来。拄好阮去啦吼。我都也无 ID 也无啥袂使入去吼。迄个查某囡仔有入去内底，毋知啥物，确定甲讲恁拢会使入去，我就入去。我就去得讲，这就是迄个过去诶学生所做诶。拄好有迄个王建文教授，我嘛毋知伊啥，伊就调到伫边安尼说，就问迄个我诶祖孙仔讲，徛伫迄铜像边是你诶啥物人？伊讲迄我阿哥，就顺来甲我打招呼，因为咱伫遐咱伊就讲伊伫准备28个，就一个过去，咱即间学校诶学生嘛，有互人掠去台视，也是互掠去。咱无大学毕业诶，无学校毕业，也是啥，因要甲补偿伊诶证书啊，是啥物？做一个要伫准备遐个纪念，伊着排，讲，我讲你哪？伊着说讲你敢是林美梅？我讲是。伊讲伊有看，伊遐摆一张。我写诶文章，伊讲伊爱迄个篇文章，伊大声毋知影啥物人，爱摕出来，伊讲摕，就是我伊着足欢喜安尼。是，迄是即个2017年啊，拄好即个2028 70周年对，好，咱先休困者，咱等下再搁继续哈。chiến công vẫn sụp sôi khí thế hào hùng những chi lăng hoài thẳng đống đa đang và tiếp thêm những mà không ca Việt Nam ơi nước yêu thương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咱這是自由之聲 FM 91.5到11.5，咱即擺所收聽的是南方心色台，我是安班阿文哥。咱今仔日真歡喜。
邀请到咱台湾上伟大即个教育家林茂生教授，伊的即个查某囝林英梅女士今年已经87岁啊，真难得千里迢迢拄好为美国转来咱台南来到遮呢，甲咱的乡亲呢会当有即个机会来开讲讲一寡伊的爸爸林茂生教授较早一寡故事啦这嘛是林茂生会当伫咱台南出世，算咱台南人，嘛是台湾人的公营呢，这是台南人甲台湾人会相同的公营咱甲即个咱台南市就即个伫永康兴起的即个台南市立图书馆的总馆甲加落名，甲变做即个林茂生的即个纪念图书馆，这非常有意义啊！是啊，大家用即个用即个总馆即个类改名，较有意义啦。你若讲用其他的区域的啦，还是讲用停车场啦，迄佫差一开啦。无你嘛两个拢做，有个人讲做甲两个要创啥？太要紧。你中正路咱台南市就38条对无？38条你拢无嫌济，你若图书馆林茂生图书馆两个你就咧嫌济，对无？无你嘛两个拢做，总馆嘛落，区域林生图书馆嘛甲变做即个茂生图书馆嘛好，对无？全台湾中正路，还是讲迄即个草头的即个东上啦，还是讲纪念馆一大堆，对无？所以呢。林茂生纪念图书馆，这是咱台南人的公营啦。互人来，爸母带囡仔来，就讲若看到林茂生的东上，就甲讲一下故事。人这遮朴学呢，咱的囡仔时节，得像林茂生教授安尼，加读寡册，加增加一寡知识，对咱的故乡、对咱台湾呢，有一寡贡献。这是足好的。教育的机会，敢毋是？对无？所以呢，咱嘛是希望讲，咱市政府会当听到咱家属以及咱遮遮社团的建议啦，还是要用永康迄个图书馆总馆来甲变更做即个林茂生的纪念图书馆，安尼是较合理啦。咱拄则有讲到即个林教授呢，伫咱城大第一个台湾人教授，嘛是咱城大图书馆馆长做10档呢，创馆最开始就伊来规划呢，结果伊即个东上讲共关禁闭啦，锁伫即个地下室敢若3不5时办一个活动较请出来，这足无理啦。我是感觉讲应该爱甲摕出来，着看是要图书馆，还是讲校门口，遮请的所在，互逐个人。来去经过就当知影。我想要请教咱阿姑林英梅女士呢，那你感觉伊的当上要囥图书馆较好，还是校门口？那以你伊的家属的角度的心情来看，恁感觉囥对较好？我这真学讲，不过可能咱得甲囥喺图书馆就好。图书馆嘛，这图书馆嘛是真好，就是讲伊的入口迄个大厅遐因为我看遐嘛有囥几若迄艺术品啊，我遐艺术品讲歹听，钱买就有啦，钱买就有啦，无你稀罕啦。林茂生人这是用性命替咱台湾人发言的呢，甲囥伫遐，这是无价呢，毋是用钱买得到的呢。对啊，伊的精神囥伫遐，互人来认捌伊，安尼毋才对。确实若会当囥伫即个图书馆大厅入口遐，当出入你要借册读册完要出来，我感觉囥遐嘛是真好咧。是啊，这嘛非常好。伊对即个图书馆的贡献遐尼大，结果呢，咱敢若拢即个记忆拢足侪物件拢无记忆安尼。对着过去遮好的历史，即台湾人的荣光嘛是城大荣光呢。结果咱历任的遮校长也好，高层也好，煞对这拢无啥要义啊。我感觉这是来足拍算。这个我感觉这就是一个迄个有选择性的一个迄个
操作的方式啦，是啊嘿啊是啊，就是你对足济，你拄则迄个英文嘛有讲啊，有足济迄个艺术品的，就是放遐，其实有也无，其实无对即个校园无啥物影响嘛。无啥物影响啊，对啊，无啥所以物影响啊，所以你调讲要放一个艺术品伫遐，就是对即个校区无意义。等到换做一个对台湾人有贡献的，譬如讲拄则人讲的林茂生教授，对现代遐尼有贡献，对台湾有贡献，安尼咱甲伊的雕像放伫外口，互大家来欣赏，也是不时有人怀念伊。家属怀念伊来遐含伊，就是迄个看到伊嘛是欢喜，嘛是有安慰嘛。学生看到伊嘛是有感觉有鼓励的作用，比一个迄个一般的艺术品较好啊。是啊，是啊，这是一般的人拢知影，毋过为虾米校长也是迄个虾米迄个就是学校内底的无台湾意识对，所以我就讲这是选择性的问题。是啊，我会提供是。图书馆是因为吼，伫迄个时阵，伊真迫学啦。伊即个是一个工业学校。总是伊对遐个册，伊嘛会当了解，搁伊会当讲一个大学，这是大学级的学校，应该有啥物款的册。伊对册是非常的。伊算做伫迄个时阵是真了解，所以伊真爱伫迄图书馆吼，要安怎丰富迄个册诶迄个范围，甲关度吼。伊确实嘛是日本人认为伊上适合。伊伫迄个时阵，伊咧教英文，佮教德文。吼，我。爱佫讲一项，就是讲伊，迄是伊去留美转来，伊使去留美实是，伊伫台湾伫个文化协会，伊拢伫演讲，爱伫主张自由、平等、博爱。伫迄个欧洲迄个时阵，上帝感觉讲，因欧洲嘛是经过帝国啦，经过啥物真侪战争吼，帝国变小国啥物安尼真，就是有遐个。迄哲学家伫提倡自由、提倡民主、提倡平等，吼，迄款诶迄，阮爸爸伫迄文化协会拢讲足济，日本人开始挡袂牢。所以因实是甲用足济钱，就是用一个外交官诶资格，你实是要互伊去一年去，你去美国游诶啦。伊第一项代志，伊去哥伦比亚大学，因为安怎伊读足济册，迄阵伊足钦佩迄个拄话，伊要去甲伊讲话，伊就去吼，学校先讲你即摆现在甲阮教东洋历史，还是东洋文化？伊讲我毋是要来教册呢，我是要游，我干那一年尔，因就讲你干那伫甲阮讲话，你就是我来学文啦，就讲。你吼无你授课啦，因要爱留伊带，伊毋好放伊去啊！当遐一寡教授吼，拢甲留伊遐。尾来讲，留一年，伊就摕 master 嘛吼。佫想着对美国政府收着迄金锁匙，迄是最高学术奖。对嘿吼，即摆嘛抑佫安尼，学生毕业吼上好诶、优秀诶，有摕着迄落款，互送伊。伊讲你去留咧啦，因转互伊在读嘛吼，伊佫头一个转摕 PhD，伊居然较有迄个天分，伊就讲你欠一个语言吼，要摕 PhD，你欠一个外国语言，拄迄个时候有一个德國柏林大學一個教授來佇哥倫比亞底研究，因攏住佇迄個啥，迄個一個做，我真煞袂記哩迄名，就是佇攏伫互迄個外國來誒學者伫住誒所在，我爸爸嘛是林茂生也住佇遐，迄個
教授甲讲，伊讲我着爱去修一个下，才会当摕 PhD。伊讲你哪会着修？你去遐考鉴定考试。伊讲你逐日伫甲我讲话吼。插伫德文，你敢若迄度，你着有够通去鉴定考试。真是伊着去甲考，着有影通过，着也免去考鉴定考试。一年着去摕博士。即摆换伊要甲留，伊要甲留诶，一定要甲留诶伊遐做教授。我这是讲，若假使迄阵留落来吼，阮教诶生命完全无共款。是伊吼，伊讲袂使。台湾有一阵羊在等我转去，我就是要照顾遐羊。是啊，所以这是足伟大的精神啊！所以我毋知讲吼，迄当时我建议讲吼，请林茂生教授替咱看过即个新的图书馆总馆就是遐嘛。伊拢册拢伊伫图，是啊。伊来吼，伊。若对一科欠先生，伊就去代课，连数学嘛拢伊伫代课。因为伊读地学嘛。地学就是迄个哲理的，迄个西洋哲理的最高层，所以伊的最讲上困难的数学，伊嘛去得教。是啊，你看，一档摕着博士呢，这即摆嘛无几个呢，足少的呢。上重啊，迄当时中国迄个欧式胡适啊，伊嘛是拄位学生。结果伊读10档呢，咱林茂生一档着博士学位摕着啊呢，佮真正写论文，毋是无写呢。迄论文嘛吼，即嘛收伫咱成大博物馆内底有收伊诶迄个博士论文呢。真正有写诶，毋是无写诶呢。所以你看，遮伟大诶人，是毋是咱诶老师学生诶真好诶模范？咱嘛做希望咱诶囝伊是会当像林茂生安尼。伊毋若真。伊人嘛真谦卑啦吼，伊敢若讲我上爱就是敢若教册，伊有足爱定甲阮老母讲，我学生就是你诶囝呢，你拢爱以后爱甲因照顾。是啊，所以伊迄当时10几档拢差住咱台南遮嘛，对，先来教册。听讲伊住啥物所在？伊敢是住？较体育馆遐，体育场遐。伊吼是，伊转来吼，阮伊要转来以前，阮老母去一间厝伫开山顶啊。开山顶就是我有写迄篇开山顶我的家吼。阮老母毋知哪伊家己设计一个洋房足水，嘛不过遐吼，伫都市内底早时透早人伫咧卖菜卖啥，就休啊啦吼。阮老爸吼足不爱迄个菜啥，就尾后住到几年，我出世，这差不多7、8年啦。阮老爸就讲袂使住遮住，再去遐我即毋知要安怎讲迄名吼，遐就是成大一本教授去设计一本书，拢日本人伫住足济间，大概真济教授去日本教授去也去人买一间。我诶小弟就伫迄间出世，足远就是即摆我定讲，遐古早是蒙阿波，过蒙阿波过去遐，即摆就是过迄个遮体育场，搁过去遐。我确实迄敢叫。毋是开山路，毋知叫做啥物。我迄会使落去查啦，会使落去查。伊较早拢安怎去上课？拢行路。来行真点钟。袂哦，我毋知。迄个时阵，因拢穿衫拢足 formal。我诶cousin嘛是，我诶一寡表姐啦，啥拢我上会记伊吼，热天。迄阵穿迄麻纱白麻纱的西装，吼，伊拢举一支拐啊，行路，伊行路足紧，拢迄阵拢用行路啊。你遐济兄弟姊妹吼，你算唯一无姊妹兄弟内底唯一的
查某囝呢，啊，林茂生教授对你敢有特别较疼痛啊？是安怎？一定有，一定有啦，因为都无法度。无法度。啊，你因为你当时嘛才10岁嘛，吼。我伊离开诶是拄拄10岁，伊拄甲做生日了，做生日吼，无几日。所以你对伊上深诶印象是啥？就是讲你细汉诶时阵对爸爸上印象嘿。甲伊吼，拢足无用，迄个时代吼，伊也无威权也无迄，人要请你去做啥就做啥，伊就逐个拢要找伊吼。啊，所以我看伫诶时间实无济，当然我毋捌诶时间搁较济，对一岁到几岁吼，你无啥物注意。不过阮老爸我上爱就是伊有当啊会唱英语歌互我听，吼，也是伊捌带我出去散步行路吼，啊，真好笑，拄无200诶前无偌久哦，也未开始200先，伊一摆甲我讲，你爱开始学照顾家己。我足着惊，伊讲伊要带我出国，要离开台湾，因为吼，迄个时阵吼，遐个中国兵来足乌白来，啊，诚济囡仔无去，吼，也是被强暴啊，是啥物，啊，互社会实是真惊，所以我若较晚转去吼，阮老爸老母就先去找人，嘿，啊，我真感觉爱甲讲你爱照顾家，因为阮妈妈袂当随身做伙去，伊讲我要带你去美国，是。伊开始感觉即个社会足无安全啦，对我啦吼，诶，啊，伊全感觉讲。吼，先甲我带开安尼，啊，我迄阵足着惊呢，我开始烦恼讲，我是要准备啥物，我嘛毋知影。细汉吼，爱甲我你着爱学，会晓照顾家己，啊，我嘛毋知要安怎照顾家己。不过我开始讲，阮老母要当甲我做伙安尼，迄个感觉，啊，结果是伊先离开。啊，迄当时伊离开，你嘛才10岁嘛，啊，你敢法度知影讲伊已经互国民党掠去杀掉，还是安怎？迄敢随知还是？我随知，迄是，毋是随知，我随知讲大祸临头，因为吼，迄日就是共迄日，阮二哥我中义啦，伊骑车来，差不多10点外来，啊，甲阮。伊迄是照中义讲诶，毋是我讲。伊讲伊来伫甲讲，即马风声足歹，吼，啊，你可能爱闪一下。啊，阮爸爸甲讲，我拢无做啥代志，我太着闪，吼。啊，因结果安怎讲，我无啥知影啦。但是伊要转去先讲，恁二嫂，我迄是二哥，所以讲伊甲阮小弟讲讲，恁二嫂用下昼要炒米粉。我载恁来去阮兜，你食米粉，吼！啊，我着一个前一个后，我坐伫后壁，迄个会坐，哎，我小弟坐头前，迄有自然车前方坐，哎，载阮去了，啊，着阮阿嫂煮好啊，啊要创我食先，阮妈妈叫一个请诶，摕一张纸来中医遐，讲阮爸爸。互人带去，啊，阮逐个拢啊，我看阮中医当然伊规个工去啊，阮迄顿有食无食，我嘛袂记咧啊。哇，恁妈妈嘛算真辛苦呢，吼，足辛苦，翁婿去互掠去，啊，伊着爱四界去走踪。走踪，你迄吼，甲李随汉新诶娘啦，啊个哪个啦，我即马嘿。因拢是甲阮因诶先生拢甲阮爸爸共款，拢失踪诶。迄李瑞英拢读书啦，吼，啊个叫做啥物？我即么识诶，我拢无嘿。啊，因定来3、4个，还是5个吼。有当人讲遐吼，迄对一遐有田诶所在，一窟吼，拢死人。啊，因着规个人拢去遐，一定臭啊吼。阮老母着去遐。
啊去要想讲看有可能找着阮爸爸诶身世无安尼，真辛苦，佫我诶大哥吼，伊是牙医，伊吼无爱挂 mask， 爱共医病，才过着迄落结合好结合，阵伊嘛伊阮爸爸还袂互掠以前，伊就去入院啊啦，结果伊知阮爸爸无去了，佫迄伊烦恼都袂好，佫迄阵药仔买袂着，敢若知影讲佩尼西林出来啊，出来敢若上海迄租界区吼有啦，嘛佫阮都毋知，阮逐个拢惊毋敢，诚侪人行来看着阮老母就算闪边，逐个拢闪边，所以阮妈妈嘛迄阵毋知要叫送去买，到迄个中间伊差不多10月，阮爸爸3月去，10月死去，所以阮妈妈迄几年是真艰苦诶时阵嘿。是啊，这实在是台湾人诶一个迄个悲哀啦，就是讲，互国民党糟蹋安尼。对恁诶家庭就是林茂生诶家庭，且包括讲，恁妈妈对台湾人诶贡献，即个是咱台湾人拢爱记咧，爱记咧安尼。就伊就我知影伊真艰苦，所以我只是定定倒家己一个，因为阮小弟较细，阮老母要去倒拢甲带咧。我家己伫厝诶，差不多定，我有迄个印象啦，毋知。阮遐哥哥都大，我有2个哥哥是 teenagers， 15岁、17岁，因2个搁较艰苦，伊也毋是大人嘛吼。若个阮二哥、三哥，阮三哥拄来伫日本读2年。诶，大学啊，伊甲彭明敏伫立定会长共款，拢读2年，互日本人讲，恁这读文科诶吼，若毋是去做兵，叫因去读军校，转做兵，无就是去做矿工。所以立定会甲阮哥哥2个拢有做过日本兵。因身体真勇健，转来因搁。因3个拢搁对头电考去，伊拄大学1年，1年都读无了，迄8、9月读吼，阮爸爸无去了，阮哥哥先 quit， 伊有爱文系啦，伊伫日本嘛是读英文学吼，伊就先无读去食头路，是，好。所以咱即摆最近诶吼，即个一寡社团吼，主张咱台南市立图书馆总馆新诶总馆吼，应该甲调整名称吼，变做即个林茂生诶纪念诶图书馆啦吼。像即个主张，咱林女士，你毋知你感觉即个主张好啊歹你诶看法是安怎？这我想是。爱台南市民家己决定，伊要家纪念，我是拢一定真感谢啦。但是我毋敢讲安怎吼，因为不过伊若做图书馆长是真会合，日本人都是，这是一个工业机构，但是伊诶才能吼有法度。会当了解讲，伫世界底应该买啥物册，迄落款伊家己伊读册是，有人讲伊木十行，我要信。伊诶册是有够济，阁有够济，结果遐拢大部分是伫台南吼。伊互调去做方面，互国会先袂当搬，拢总迄册拢总伫差不多伫台湾多。风早先烧去，有一部分伊早去遐，甲尾啊，阮厝拢住袂落去，去囥伫仓库的台北足熟先都拢歹去吼。伊诶册是有够济，我定去问伊诶册，伊诶线装书嘛足济，我定定读遐小说拢用线装书，什物《红楼梦》《三峡赋》什物，拢是线装书。
我细汉听了，我拢用迄个读册。是啊，确实是啦真无菜，真拍算吼，真拍算，伊是是完全，你若甲看伊遐册，都知影讲，伊拢有读过诶吼。伊，所以阮兜足善，阮老母定讲，拢是买遐册啦。所以吼，就是讲即马迄家属嘛是有甲即个林茂生诶教授诶即个荣誉就是留互咱诶台南人诶人民诶决定嘛，所以咱嘛望讲吼，就是市长会当听着咱即段。嘛是代表咱诶人民，就是爱对林茂生教授诶家属有一个交代，嘛是对咱台南遮，也是台湾遮诶民主诶贡献诶人吼，就是嘛是有一个具体行动，安尼才会当互人有一个说服力诶迄个物件。嘿，无毋对吼，确实啦吼，用即个图书馆总馆新诶总馆改做林茂生诶纪念图书馆，安尼。较合理啦，伊诶管度才有够啦，对咱林茂生教授诶尊重嘛是较有诚意啦，这嘛是咱台南人，嘛是咱台湾人诶公认啦，咱今仔日时间有限真感谢咱阿姑呢林英梅女士呢，也就是咱林茂生教授诶亲生诶查某囝来上咱诶节目感谢大家